今日大會嘅議程，行政長官向立法會介紹政府施政嘅情況，以及回答議員嘅相關問題。首先以立法會名義歡迎行政長官閣下、行政會委員以及各位官員列席今日嘅會議。按照之前執行委員會決議嘅規定，為咗提升答問大會嘅效果，呢次嘅答問大會形式係有所轉變嘅。議員嘅提問同長官嘅回應方式將改為分組提問，統一答覆。會議首先由長官總結回顧過去半年政府施政嘅情況，並介紹下半年嘅工作嘅重點。之後歸類同一組嘅議員分別道出各自嘅問題。每一位嘅議員發言嘅時間唔超過2分鐘。係該組所有議員嘅問題宣讀完咗之後，由長官統一作出回應。答問大會嘅時間為今日晏晝嘅3點到6點。如果係6點前仲有議員係未問到問題嘅，會議將延長到長官回答晒所有報名議員嘅提問先至結束。現在有請長官閣下。主席、各位議員、各位新聞界嘅朋友，同埋各位市民，而家我向立法會同埋廣大嘅市民向呢度介紹下2026年上半年我哋特區政府嘅施政嘅情況，以及下半年特區政府嘅施政重點同埋部署。今次我哋立法會採取嘅新嘅形式、新嘅做法係經過同張主席商議之後，採取嘅更好咁樣堅持同埋完善行政主導嘅新嘅實踐，希望更好促進行政同埋立法嘅良性互動，高效協作，更加及時、全面同埋充分咁樣向社會各界同埋廣大市民係介紹特區政府嘅施政工作，為共同做好澳門特區嘅各項發展建設事業凝聚大家嘅共識，形成更大嘅合力。今年係我哋國家15規劃同埋澳門特區35規劃嘅開局起步之年，亦都係澳門把握國家發展嘅機遇，深化改革，實現由恢復性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嘅關鍵嘅一年。今年上半年我哋特區各項嘅發展改革嘅工作時間緊、任務重，有好多新嘅重要嘅機遇，各種困難挑戰亦都唔少。響中央嘅堅強領導底下，特區政府團結帶領社會各界，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講話嘅精神。尤其係以習主席喺舊年12月本人述職嘅時候嘅重要指示作為根本嘅指引，全面準確貫徹不移、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嘅方針，堅定維護國家嘅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響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嘅支持同埋配合底下主動緊密對接國家嘅15規劃，有序落實2026年嘅施政報告中嘅各項部署，推動重點領域嘅工作取得咗新嘅進展同埋新嘅突破，社會大局保持和諧穩定。上半年，澳門特區嘅整體經濟穩中向好，第一季嘅本地生產總值係1075億澳門元，按年實質增長係7.1%。經濟總量恢復到2019年同期嘅90.3%，財政收支狀況穩健。今年1月到5月公共財政嘅總收入係496.8億，總開支係311.1億。截至今年嘅4月底我哋嘅財政儲備約為6973億。就業狀況亦都良好，2月至4月總體嘅失業率係1.8%，
本地居民失業率係2.3%，維持比較低嘅水平。首5月呢，入境嘅旅客為1814萬人次，按年上升咗11%。今年5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1.43%，物價總體保持平穩。以下我簡要介紹特區政府過去半年嘅重點工作嘅情況。第一呢，澳門特區第3個5年規劃嘅編制工作順利推進，主動緊密對接國家15規劃，科學編制澳門特區嘅35規劃係特區政府今年嘅一件大事。特區政府加強組織部署，有序推進編制工作。今年1月，特區政府成立咗由本人擔任組長嘅編制工作領導小組，同時亦都成立咗由政策研究同埋區域發展局牽頭，各個範疇嘅代表組成嘅工作專班。今年2月份起，進行大量前期嘅調研工作，廣泛聽取社會各界嘅意見同埋建議，累計開展專場座談會同埋拜訪等等達到40多場次。參與嘅社團機構數目有120多個，實際出席嘅人數500多人次，收集咗1500多條嘅意見，相關嘅意見都得到充分嘅考慮同埋吸納。5月20日至6月28日開展35規劃嘅諮詢工作，我亦都希望社會各界同埋廣大嘅市民能夠積極建言獻策，踴躍提出意見同埋建議，大家群策群力，共同編製好我哋澳門未來發展嘅新嘅藍圖。第二係堅持同埋完善行政主導，特區治理嘅效能不斷提升，充分發揮行政長官響特區治理架構同埋運作機制中嘅主導地位同埋統籌嘅作用，響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依法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嘅基礎上，暢通溝通嘅機制，加強重大政策舉措嘅事前事中協調，推動形成以行政為主導、行政、立法、司法協同協調治理嘅新格局。今年3月我亦都邀請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院長以及檢察長參加咗35規劃編制工作嘅會議，主動聽取並有效吸納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嘅意見同埋建議。今次5年規劃嘅編制工作係堅持同埋完善行政主導嘅重要創新嘅實踐，創新行政同立法嘅溝通協作機制，加強雙方響法案嘅審議安排、技術溝通等方面嘅協調。截至6月上旬，特區政府已經向立法會提交咗7項法案，並配合立法機關完成制定8項嘅法律，立法嘅效率有效提升。公共行政改革繼續深化推進，以定職能、定架構、定編制員額為核心嘅原則，推進各項改革嘅措施。截至6月上旬，完成咗6個部門嘅重整，其中減少咗1個局級部門，合共精簡領導職位6個，單位層級7廳31處3組4科，總人員編制減少324個。深化員額控制措施自2025年4月實施，至今年嘅6月上旬，納入員額管控範圍嘅公務人員嘅數目係由31,464人下降到30,777人。現行調動制度自2023年嘅3月實施，至今年6月上旬，調任同埋派駐嘅累計個案一共有386人次。深化電子政務嘅建設，持續豐富同埋拓展一戶通、雙社通等平台嘅功能，提供便捷高效嘅公共服務，積極推動跨境政務嘅發展，推動愛國愛澳力量發展壯大。就特區政府施政中嘅重點問題，加強同愛國愛澳社團常態化嘅溝通協作，充分發揮愛國愛澳社團嘅社會引領嘅作用，促進政府同社會良性互動，搭建互動交流嘅新平台，有效加強同社會各界同埋廣大市民嘅溝通。通過舉辦公共行政改革茶話會、社民茶座等，
廣泛直接聽取各界同埋市民嘅意見建議，開展勞動關係法、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等多項嘅公開諮詢，廉政審計監督嘅體制同埋機制持續健全，專業化嘅水平不斷提高，監督成效突顯，有力促進特區嘅治理效能嘅提升同埋法治澳門嘅建設。公共財政資源嘅使用更加規範合理化，效益效能得到有效嘅提升。第三係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確保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體系進一步健全。第二，斜別2026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配套行政法規於今年3月24日生效實施，有序開展打擊清洗黑錢及不法資助行為法律草案嘅諮詢工作，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順暢運作，全力支持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同埋國家安全技術顧問履行法定嘅職責，開展多層次、多形式嘅國家安全教育培訓，成立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工作領導小組，持續提升全民國家安全嘅意識，成功舉辦2026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累計入場嘅人數超過7萬人次，專題網站瀏覽嘅次數超過21萬人次，21萬次，創咗歷年嘅新高。有效加強防災減災同埋應急管理嘅工作，建立咗重大突發事件報送工作規範，設立優化在建及維保工程監管跨部門嘅協調小組，積極應對颱風季，舉行水晶魚2026年嘅民防颱風演習，強化應急處理嘅協同能力，持續開展國內消防安全巡查同埋執法嘅工作。截至5月底，共巡查樓宇同埋場所約為4100次，開展危險品安全排查及巡查約2600次，強化關鍵基礎設施安全保障，持續推進路環西側等多處防洪排澇工程嘅建設，舉行聯成2026粵港澳大灣區跨境救援聯合嘅演練。總體治安狀況保持良好。今年1至5月，本澳警方共開立罪案卷宗5544宗，相比2025年同期輕微下降0.1%。殺人等嚴重暴力罪案繼續保持低案發或者係零案發。電信網絡騙案一共錄得236宗，較2025年嘅同期減少咗130宗，下降35%。第四係加大力度推進經濟適度多元嘅發展。政府引導基金嘅設立邁出重要嘅步伐。今年2月公布政府引導基金嘅方案，5月成立咗公共資本企業澳門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作為政府引導基金嘅管理實體。引導基金規模預期係200億澳門元。招商引資嘅工作成效亦都明顯。首5月，投資者一站式服務一共完成跟進咗108個投資計劃，涉及嘅投資金額約為17.46億澳門元，當中1+4產業項目69個，同比增長35.2%。深化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嘅建設，綜合旅遊休閒業提質發展，持續豐富旅遊加產品嘅供給，開拓海外客源成效顯現。首5月入境國際旅客超過124萬人次，按年上升8.7%，榮獲亞洲最佳高端目的地大獎，高端旅遊服務優質形象更加突顯。檢討幸運博彩承批公司履行批給合同嘅情況，督促承批公司依法有效開展博彩及非博彩嘅投資，加快中醫藥大健康產業嘅發展。截至今年5月，
橫琴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入駐企業135家，其中澳門企業係64家，成功推動26款中藥產品獲得海外註冊批文或者備案。本澳持有工業準照嘅中藥廠共有8間，大健康食品共有16間。私營醫療機構業務法案已經獲得立法會嘅實質性嘅通過，將於今年12月1日起正式實施，有效推動醫療旅遊嘅發展，促進現代金融業創新發展。投資基金法於今年1月生效，截至今年5月，已有3家基金公司喺澳門設立，2家基金公司正在籌備成立。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首次成功喺澳門發行55億元嘅人民幣公募債券，持續推進數字澳門元研發嘅工作，大力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嘅發展，有序推進澳門科技研發產業園嘅建設。目前正在優化產業園嘅設計方案，將於6月完成項目管理服務招標。澳門國際科技產業中心將於6月30日正式揭幕。截至今年5月，一共有57間本澳科技企業獲得科技企業認證嘅計劃嘅認證，聘用嘅員工約為2000人，其中年收規模超過1億元嘅企業呢係有11間。會展業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今年4月，澳門響第5屆中外會長合作交流大會中，榮獲最佳國際會展名城獎項。5月，響第2屆亞太企業年會博覽會中，獲得年會最佳目的地。今年第1季，共舉辦咗425項會展活動，帶動澳門非博彩行業嘅收入約為8.4億澳門元，相較2025年同期上升29.4%。推動低空經濟嘅發展，圍繞法規體系、基礎設施、應用場景同埋區域合作進行系統嘅部署，已完成初步嘅方案。推動澳琴2.1線低空跨境配送嘅試點，強化對中小企嘅支持，推出2026年中小企業數字化支援服務同埋澳門餐飲業智能升級計劃，持續推行各項援助措施，減輕企業融資成本，助力企業升級轉型，有效提振社區嘅經濟。推進6大片區嘅建設，策劃舉辦系列嘅活動，有效延長客流響片區嘅逗留時間，帶動周邊商戶嘅消費。聯同休閒企業合作推出休旅巴士社區探趣嘅活動，引導旅客入區遊覽同埋消費。推出2026社區消費大獎賞，截至6月4日，發放電子優惠總額2億6500萬澳門元，當中2億4400萬已經核銷咗。卡式消費立減優惠已經核銷金額係5084萬，合共帶動全澳消費係超過11億3000萬。第5係精準有效改善民生，及時推出油品價格嘅補貼計劃。今年5月，以組合拳嘅方式推出柴油、石油氣同埋汽油價格臨時補貼嘅措施，舒緩居民生活壓力，以及降低中小微企嘅營運成本。加強巡查，有效保障民生必需品供應同埋價格嘅穩定。繼續執行職業稅額外退稅，受益嘅職業稅納稅人係16萬9千名，退稅嘅總金額係10億4千萬，有效改善居民就業嘅狀況。截至今年5月，已經協助本地居民成功配對4572人次，檢視各行業外地僱員嘅數量，有效落實外地僱員退場嘅措施，
非專業外地僱員比舊年同期減少咗1516人。本地僱員喺6間休閒企業中任職中高層管理人員嘅百分比係89.6%。發放2026年嘅育兒津貼，截至6月上旬，涉及約13300宗嘅申請，總金額超過2億3900萬澳門元。失業、疾病、結婚以及喪葬津貼嘅金額調升咗33.8%到81.2%不等。照顧長者津貼金額調升咗10%，達到每月2400澳門元。3類弱勢家庭特別補助嘅金額調升20%至33%不等。有序推進公共房屋嘅建設。新城 A 區4個社屋項目由2026年下半年起陸續建成，逐步提供4088個社屋單位。截至今年6月嘅上旬，完成資格審查並評分嘅獲接納家團累計係7413個，當中4312個已經獲分配單位。新城 A 區 A2 及 A12地段公共房屋設計連建造工程亦已經竣工，合共提供2054個經濟房屋嘅單位。喺保障公共資源公平分配嘅前提下，推進制定經濟房屋置換制度嘅實施方案，推動城市建設高質量發展，推進城市總規修改嘅工作，將於6月29日至8月27日開展為期60日嘅公開諮詢，整合多方嘅資源，加快推進都市更新，明確土地工務局係都市更新政策嘅主責部門，積極採取規劃利用加臨時使用嘅雙軌模式，推動多幅土地轉化為惠及民生嘅臨時公共設施。海域使用法案已經獲得立法會一般性嘅通過，有序開展澳門環境保護規劃2026-2030年嘅編制工作。機場擴建填海嘅工程穩步推進，完成公共道路泊車位嘅經營批給公開競投。為補充因到期而退出營運嘅的士及回應旅客同埋市民嘅出行需求，政府以公開競投嘅方式推出700部的士，以確保的士服務嘅穩定。持續開展市容美化嘅整潔，推進海濱綠廊嘅建設，重整多處公園、休憩區，為居民提供優質嘅休憩空間。今年1至5月，累計完成綠化改善面積超過14000平方米。6. 橫琴合作區嘅建設取得重要階段性嘅成效，主要經濟指標持續向好。今年1季度，合作區地區嘅生產總值係1420.73億人民幣，同比增長5.5%。今年1月至6月10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係57.41億澳門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0.9%。今年1至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1.29億元，同比增長16.8%。截至今年6月10日，合作區澳資經營主體8163戶。重點項目加快建設。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1期11棟建築將於7月底完成交付，延伸辦學框架意見將於上半年出台。澳門國際機場橫琴前置貨站項目正在開展地基同埋基礎施工，部分區域已經進入主體結構施工嘅階段。中國葡語西語國家經濟貿易服務中心實現中心加公司雙軌運作。依託中葡中西經貿產業發展投資基金，推動投融資項目庫項目增加至58個，產投基金規模提升至300億。截至今年6月初，
累計簽約81.300億，招引落地嘅企業係173家。產業聯動協同嘅發展效應進一步增強，持續開展澳琴聯合招商，推廣澳琴一體化發展嘅優勢，完善多功能自由貿易帳戶嘅體系，推動澳門研發加橫琴轉化機制創新。澳琴數字貿易國際樞紐港嘅建設加快推進。首5月一共舉辦咗6項澳琴一會展兩地活動，加強跨境電商產業園嘅引入，啟動編製澳琴產業協同發展統計監測制度。澳琴軟硬聯通進一步深化，明確澳門居民響合作區居住、工作或者就讀當地認可嘅教育課程嘅時段呢，視同身處澳門特區，強化立法合作，促進兩地規則有效銜接同埋機制順暢對接，有序推動優化分線管理嘅政策。橫琴口岸聯合一站式車道於今年5月正式啟用刷臉嘅智能通關，啟動合作區聯路跨境新通道方案嘅前期研究，委派更多澳門公務人員參與合作區嘅建設。今年4月及6月分兩批，一共選派咗20名澳門嘅公務人員到合作區執委會任職，面向澳門居民開展員額制工作人員嘅招聘，已經於5月啟動今年招聘嘅計劃。計劃呢係招聘50名，一共呢錄得破紀錄嘅4550名澳門青年報考。第7，做好青年嘅工作，多措並舉，促進青年就業發展，以更大嘅力度、更實嘅舉措，促進青年就業。面向畢業季，舉辦2場面向青年嘅大型配對會，預計可以提供嘅職位呢係超過2000個。持續推出青年創業援助計劃，支持舉辦2026年澳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今年5月起，陸續推出超過10個內地實習計劃，並於6月推出職出前程本地實習計劃，合共提供近1000個實習嘅名額。健全青年成長成才嘅支持政策，繼續推行澳門青年大灣區職業之路資助計劃，已經超過200個青年參與，加強同大灣區青創孵化機構嘅合作。截至今年5月，同澳門已經建立合作機制嘅青創孵化機構一共有23家，覆蓋大灣區9個內地城市，完成澳門青年政策2021-2030中期研究嘅檢視，構建4階梯青年發展支援體系，持續關注青年身心嘅健康。第8，係充分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獨特嘅優勢，更好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嘅大局。今年4月，我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同埋企業家嘅代表團成功訪問咗葡萄牙等歐洲4國以及相關嘅國際組織，一共舉行超過46場各類嘅活動，簽署超過8項嘅合作協議。今次訪問向國際社會全面展現咗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所取得嘅重大成就，以拼船出海嘅創新模式，成功推介澳門同埋橫琴發展嘅機遇，助力內地同埋本澳企業共拓葡語、西語同埋歐洲嘅市場，有效提升同有關國家嘅互信關係同埋合作嘅水平，助力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持續豐富中葡平台嘅功能，加強中葡金融服務平台嘅建設，拓展科技創新、會展同埋商貿、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領域嘅務實合作，深化一基地建設，有助推進澳門國際綜合旅遊文化區嘅建設，已經開展國博文化館建築概念嘅設計工作，持續豐富國內文化
體育盛事活動，舉辦多項中西文化交流為主題嘅展覽，推進新設政府駐外經濟貿易旅遊文化辦事機構嘅工作，拓展對外交流合作。正在推進以公共資本企業嘅方式，響馬來西亞吉隆坡設立有關嘅機構實體。各項籌備嘅工作正在有序咁樣推進。我哋爭取響6月底能夠完成呢項設立嘅工作。積極參與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持續推進旅遊、招商、科創、金融以及灣區標準同埋認證等方面嘅合作。今年上半年工作順利完成並取得積極嘅成效，為下半年嘅施政工作奠定咗良好嘅基礎。特區政府將繼續凝聚各方嘅智慧，團結各方嘅力量，緊揸國家15規劃帶嚟嘅重大歷史機遇，鋭意進取，攻堅克難，切實做好下半年嘅施政工作，奮力實現全年嘅施政嘅目標。響全面落實2026年施政報告各項部署嘅基礎上，下半年特區政府將着重做好以下7方面嘅工作。第一，堅持不懈維護國家安全同埋社會嘅穩定，持續加強特區管治團隊同埋人員維護國家安全意識同埋能力，強化國家安全風險嘅防範，有序推進反洗黑錢法律、反恐法律嘅立法工作，對各類違法犯罪保持高壓嘅態勢，加強口岸、主要旅遊區等重點場所嘅執法力度，做好下半年大假大節嘅人流疏導管理工作，全力確保本澳公共秩序良好，確保地區安全同埋社會大局嘅穩定。第二係公佈同埋實施澳門特區第3個5年規劃。喺公開諮詢嘅基礎上，特區政府將系統分析整理同埋吸納各方意見建議，形成35規劃嘅正式文本，並爭取喺今年8月份公佈實施，做好2027年施政報告嘅撰寫工作。各範疇將充分對接同埋分解35規劃確定嘅重要任務，將其部署到出年嘅施政工作當中。能夠靠前實施嘅政策要靠前實施，能夠盡量啟動嘅項目要盡早啟動，確保35規劃一件接一件去完成，一年接一年去推進。第三，紮實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爭取於本年度完成設立政府引導基金，建立管理團隊，加快推動酒店經濟嘅發展，持續拓展海外客源，吸引更多基金落戶澳門，培育壯大債券市場，提高會展商務競爭力，促成更多實質嘅合作，積極有序落實4大工程項目，推進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嘅建設。2026-2027學年，澳門大學、理工大學同埋澳門旅遊大學入駐大學城嘅第一期辦學點德智廣場，開展研究生嘅教學。首學年嘅學生規模為1350人，推進澳門國際綜合旅遊文化區嘅建設，開展國博文化館建築概念設計工作，開展澳門科技研發產業園初步設計同埋施工圖嘅設計，加強科技招商，做好科技項目、科技園嘅項目儲備，推動橫琴前置貨站嘅建設，開展主體結構施工，預計2027年第一季竣工同埋完成驗收，並將喺正式投入運作之前於2026年嘅第3季，以先行先試嘅方式走通橫琴前置貨站嘅業務流程，完成首批貨物響橫琴關檢、安檢及前置打板，經橫琴口岸至澳門機場，實現創新跨境物流嘅模式。第四，有效保障同埋優化民生，做好2026年現金分享發放嘅工作，確保居民盡早受惠，
預計向約9萬名符合資格嘅居民發放2026年度預算盈餘特別分配7000澳門元，持續做好人資配對，有效打擊非法勞工，動態調控外地僱員嘅數量，確保外僱只係作為補充本地人力資源之用，切實保障本地居民就業嘅權益，加大交通執法嘅力度，加快研究道路交通法嘅修法工作，持續監察油價嘅變化，繼續開展2026中期人口統計嘅工作。喺確保社會大局穩定嘅前提底下，以破格嘅思維、更大嘅力度推動都市更新嘅工作，開展城市體檢，探索建立整套都市更新嘅新模式，從稅費減免、逆價監調整、擴大暫住房嘅適用範圍、善用置換房嘅資源等方面綜合施策，協同發力，加快都市更新嘅進程。第五，加力推進橫琴合作區嘅建設，以科技教育為引領，用改革嘅辦法破解發展嘅難題，深化澳琴一體化嘅發展，用好常態化聯合招商嘅機制，繼續赴海外市場宣傳澳門加橫琴嘅獨特優勢，充分發揮中葡西經貿服務中心平台嘅作用，組織企業組團出海，開拓市場，持續深化澳琴產業協同發展，推出澳琴人才卡協同引才，推動橫琴澳門單排車北上政策落地實施，進一步推進落實澳琴規則深度銜接，積極推動法律制度同埋政策創新，啟動澳門大學橫琴口岸附屬通道嘅主體工程建設，完善民生保障體系，進一步深化澳琴教育、醫療、青年工作、政務服務等領域嘅融合發展。第六，持續深化公共行政改革，以提高行政效能為目標，推進8個公共部門架構重整，穩步推進職程制度嘅改革，推出市民意見處理嘅平台，加快推進行政程序法典、社團法律制度等重要法律嘅修改工作。第七，加強對外合作同埋交流，響中央政府嘅指導下，全力籌備組織同埋舉辦好亞太經合組織第13屆旅遊部長會議，全面展示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嘅優質形象，更好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橋梁紐帶作用。積極籌劃落實相關嘅外訪工作，加強澳門同東南亞國家響經貿、旅遊、人民等方面嘅務實合作，研究響東北亞開設辦事機構嘅可行嘅方案，提升同有關國家嘅合作水平。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市民，當前澳門一國兩制偉大事業正邁向高質量發展嘅新階段，面臨新形勢、新機遇。特區政府將團結帶領社會各界，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講話指示嘅精神，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嘅方針，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同埋發展利益，堅持同埋完善行政主導，全力推進落實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橫琴合作區嘅建設、都市更新、公共行政改革、優化同埋改善民生等重大嘅任務，勇擔一國兩制時代嘅使命，奮發同行，乘勢而上，為開創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新局面作出我哋大家新嘅貢獻。最後謹向立法會廣大市民同埋全體公務人員，向一直以嚟支持澳門發展嘅中央政府以及各駐澳機構，以及關心同埋支持澳門發展建設嘅各界友人致以衷心嘅感謝。我嘅介紹到呢度結束，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多謝各位市民。
多謝行政長官。我哋今日嘅會議呢，共有32位議員呢，之前報咗名嘅。之前呢，我哋已經係做咗相關嘅分組。現在我哋先請第一組嘅議員提問。黃志堅議員。多謝主席，尊敬嘅行政長官閣下、主席、各位官員、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今日提問嘅內容呢，係關注都市更新嘅新模式。長官閣下上任後，帶領特區政府推動深化公共行政改革，提升治理效能。上月亦都透過架構重整，確定咗土地工務局作為都市更新嘅主責部門，將從多方面推動都市更新嘅工作。而剛才長官閣下都提到，將會加大力度推動都市更新，相信市民對此係表示支持認同，並且期望會加快相關嘅進程嘅。大家都知道，近年都市更新法律制度已經生效，都更公司亦都完成咗暫住房、置換房等嘅配套嘅項目。但係市民同埋業界都反映，目前土地置換性強、容積率提升、業權收集難同埋重建成本高呢啲問題，都影響住殘危樓宇居民嘅重建意願，更加直接影響到推進都更嘅進度啦同埋效果。而值得注意嘅係，近期公布嘅3.5規劃嘅諮詢文本嘅內容，亦都提到都更要加強統籌規劃，做好頂層設計、系統施策、探索以政府主導、市場運作、因區制宜、綜合利用、重建活化與片區開發等相結合嘅新模式。咁為此，請問行政長官閣下，請問可否詳細咁解釋未來如何通過頂層設計同埋統籌嘅規劃，推動都更主責嘅部門更加通盤考量城市規劃、土地同埋房屋嘅政策，以及市政、保育與社區發展等跨範疇、跨領域嘅問題，主動咁樣制定更加清晰有序嘅都更新藍圖，更加積極解決都更喺過去推進過程中存在嘅行政統籌、法律銜接、資更同埋各方利益平衡等各方面嘅問題，以更加快為居民建設更加美好、更加嶄新嘅美好家園。多謝各位。李靜儀議員。多謝主席、長官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我嘅問題都係關於提供誘因啦，多措並舉去推動都市更新嘅。尊敬嘅行政長官閣下，澳門樓齡超過30年以上嘅大廈約有5000棟，當中唔少其實都會存在住一啲電力啦、水管老化啦、滲漏或者係外牆失修等等一啲安全嘅問題。而儘管特區政府係多年嚟一直都好重視一啲都市更新嘅工作或者舊區重整嘅工作，咁然而唔少居民都反映即使佢哋有意願去做，但係實際上喺開展重建啦或者大型樓宇嘅一啲大項目嘅維修嘅時候都遇到唔少嘅困難嘅。一方面業權問題難於解決啦，或者係冇管理機關啦，有關嘅行政程序繁複需時，以至係業主難以負擔好高昂嘅重建或者維修費用，缺乏誘因等等呢啲都係現實嘅問題，舉步維艱。咁社會亦都期望政府喺未來有更多實際嘅工作同埋推動去支持佢哋做好呢方面嘅。咁喺3.5規劃嘅諮詢文本都提出政府主導市場運作，因區制宜加快都市更新，但係關鍵係點樣落到實處。我哋認為政府係必須從頂層設計開始係整體部署，結合大型都更或者係微改造社區嘅一啲雙軌並行。除咗盡快去落實擴大置換房、暫住房或者一啲手上物業嘅使用範圍啦，亦都要減免舊樓一啲重建日價金等等，加大對都市更新同埋樓宇維修項目嘅支持力度，亦都要增加重建嘅誘因，持續美化使用。同時亦都好希望借住呢啲工程俾本地嘅中小型建築業界同埋僱員可以參與其中嘅。請問行政長官閣下，政府今年或者下一個階段將會點樣有啲咩實質嘅政策措施，從法律、行政支援、資金等等各個方面係真正落實加力推進都市更新嘅工作，亦都要同居民同心營造安全宜居嘅社區呢？多謝。崔世平議員。多謝主席，尊敬嘅行政長官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今日我關心嘅議題係如何以都市更新促進社區經濟嘅發展。都市更新工作喺國家同埋特區嘅層面都備受關注嘅。喺舊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面，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要轉變城市工作嘅重心，更加注重治理嘅投入，打破重建設、輕治理嘅傳統思維同埋習慣做法，推動城市
高質量發展、更高水平嘅運營同埋高效能嘅治理嘅發展新原則。15規劃之中，更加將都市更新嘅地下建設，加上小區嘅電梯等老化更換嘅做法，納入咗兩重兩新嘅政策，嚟到推進城市更新嘅進一步發展，以滿足人民群眾對於美好生活嘅需求，具有重要嘅實踐意義。請問行政長官閣下將如何演繹國家嘅政策趨向？喺開展都更工作嘅過程之中，對於澳門舊區嘅基礎設施嘅系統性維護、舊樓現代化嘅更新、市容美化，好似清除街上面嘅天線嘅城市治理嘅工作，嚟到體現有機嘅結合社區經濟發展嘅新情況、新需求，令到澳門可以一舉兩得咁樣齊齊滿足都市更新同埋經濟多元發展嘅雙目標呢？多謝。李煥光議員。唔該，主席。尊敬嘅行政長官閣下，都市更新嘅問題呢係困擾咗澳門係好多年。澳門舊區呢樓宇殘舊，居民居住環境呢係擠迫，配套不足等問題呢係長期係存在，影響咗澳門嘅城市形象，影響咗舊區居民嘅生活水平嘅提升。都市更新同埋舊區嘅活化，不僅能改善舊區居民嘅居住環境，提升城市嘅宜居度同埋嗰個平衡土地嘅使用，亦都能夠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同埋可持續發展呢係提供新嘅動力嘅支撐。因此，審視都市更新嘅政策、制度同埋程序嘅安排呢係非常之重要。為此呢，本人呢係請問行政長官，特區政府喺都市更新方面呢，有何新嘅理念、新嘅政策、新嘅舉措，以克服目前遇到嘅業權比例、利益協調等嘅難題，加快都市更新嘅進程？唔該，多謝。梁鳳四議員。行政長官閣下、主席、各位官員、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本人嘅題目係利用公共房屋資源推動都市更新。國家15規劃十分重視高質量推進城市更新嘅原則。我哋應該積極響應及對接國家嘅規劃，提速推動都市更新嘅進程。為處理社區嘅殘危樓宇嘅安全隱患同埋建設符合國際旅遊一行中心嘅定位為願景。全面貫徹都市更新係特區政府20年嚟嘅施政嘅願景。多年嚟，政府持續佈局公共房屋嘅建設，搭建完善嘅住房配套嘅體系，建立都市更新嘅法律制度，為都市更新嘅工作落地築牢咗硬件嘅根基，創造有利嘅條件，穩步推進舊區重建、樓宇修繕、人居升級等各項更新嘅工作。本人期望特區政府發揮行政主導嘅優勢，確保都市更新更獲得更有效率嘅行政支持，並給予都更公司更多嘅資源，積極推動都更嘅工作。按實際嘅環境檢討都更法同埋土地法，並檢視日價金制度鼓勵嘅措施，同時研究基金同埋建立逆按揭嘅可行性，以改善重建工作上嘅融資嘅問題，提速都市更新嘅建設。大眾普遍認為，公共房屋嘅資源係政府推動都市更新嘅重要嘅硬件。現時特區政府正積極研究相關嘅修法，放寬公共房屋包括置換房嘅適用對象同埋範圍。請問長官，現時是否已經投入更多嘅資源同埋一啲政策，訂定關於盤活公屋嘅資源，作為以房促更嘅短、中、長期嘅規劃？多謝大家。李良汪議員。多謝主席。行政長官閣下，根據資料顯示，本澳樓齡超過40年以上嘅住宅樓宇超過3700棟。由於多年嚟缺乏妥善治理，失修情況持續加劇，當中唔少係三無大廈。客觀嚟講，業權人對自身樓宇管理有相應嘅責任同埋義務，但係依家社會總體參與大廈管理嘅意識仲係唔高，加上三無大廈治理涉及多個部門同埋跨司職能。如果處理不善，唔單止會影響住戶嘅居住質素，
更加會影響治安、消防、衛生、樓宇結構等一系列問題。冇事嘅時候睇落好似係小事，但係稍一不幸或者不慎，都可以變成社會治理嘅大事，情況絕對不容忽視。值得指出嘅係，築牢基層治理根基，着力維護社會祥和穩定，係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澳門特區提出嘅4點希望之一。完善三無大廈治理，鼓勵成立管理機關，既有助完善樓宇管理，避免衍生各項社區隱患，同時對將來推動重建、維修保養等都市更新工作發揮住關鍵嘅作用。特區政府必須正視問題，完善三無大廈治理機制。請問行政長官閣下，喺依家社會普遍參與大廈管理嘅意識仲係唔高嘅時候，特區政府會否以居安思危、進取有為嘅態度對三無大廈進行治理？例如係加強頂層統籌，並參考鄰近地區聯廈聯管、樓長計劃等方式，提升樓宇管理效能同埋居民參與嘅意識，推動成立管理機關，繼而完善社區治理機制，着力維護社會祥和穩定。多謝。請行政長官。多謝黃潔貞議員、李靜儀議員、崔世平議員、李煥光議員、梁鴻誓議員同埋李良汪6位議員提出嘅問題。咁多議員不約而同共同關注呢個都市更新嘅問題，充分講明都市更新嘅重要意義，亦都係大家俾咁多關注，代表社會對呢個問題嘅關注度。佢同民生改善、經濟多元、文化傳承、城市治理都十分密切。黃潔貞議員主要係關注都市更新嘅頂層設計同埋統籌。李靜儀議員呢，主要關注法律啊、行政支援啊、資金方面嘅實質性嘅舉措啦。崔世平議員主要關注都市更新、城市治理同埋經濟發展點樣聯動。李煥光議員呢，主要關注係都市更新嘅新理念、新政策同埋新舉措。羅世議員主要關注呢，睇嚟係都市更新工作中點樣盤活同埋用好政府嘅公共房屋嘅資源。而李良汪議員主要關注呢係三無大廈嘅治理嘅問題。下面呢，我做一個整體一個回應。正話啲議員都講到，崔世平議員都講到，我哋從國家層面嚟睇，都市更新係我哋國家15規劃嘅重點內容之一。日前呢，國務院呢確實印發咗城市更新15規劃嘅專項規劃，明確提出建立可持續城市更新體制機制同埋政策法規，高質量推進城市嘅更新。呢啲為我哋澳門推進都市更新嘅工作提供咗重要嘅指引同埋參考。都市更新係一個綜合性嘅工程，必須統籌謀劃、系統性推進，以求實現改善舊區嘅環境，提升居民嘅居住素質，保持適當嘅人口密度，有效保護同埋活化利用歷史建築，同時引入新嘅經濟業態，培育新嘅經濟增長點，增強城市嘅韌性同埋安全性等等方面嘅綜合嘅效益。特區政府將立足於澳門嘅實際，推動建立政府主導、市場運作、市民積極參與、因區制宜、綜合利用、重建同埋活化片區開發相結合一整套都市更新嘅模式。第一係發揮政府嘅主導嘅作用，完善部門嘅職能，加強都市更新政策嘅頂層設計同埋統籌部署。一係充分發揮土地工務局都市更新主責部門嘅作用。土地工務局重組之後，統合咗城市規劃、土地管理以及都市更新嘅職能，將會更好從法律制度、規劃嘅編制、土地嘅利用、工程嘅審批以及社區協助等嘅多個層面係推動都市更新。其中新設立嘅城市治理廳將會強化樓宇
修復同埋維護工作嘅相關職能。二呢係推動都更公司更好發揮推動都市更新嘅職能，包括透過商業化嘅市場運作等靈活嘅方式，進一步掌握希望重建業權嘅業權人嘅訴求。呢個係發揮政府主導作用方面。第二呢，響城市體檢工作方面呢，希望建立都更規劃嘅模式，有序推進舊區樓宇樓齡結構現狀普查嘅摸底工作。今年計劃開展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規劃體系嘅研究，深入分析本路舊區嘅實況，建立實施導向嘅都市更新規劃嘅模式。呢項研究呢，將訂立專項嘅都市更新嘅單元，譬如小片區嘅規劃啦、未改造社區嘅單元嘅規劃設計原則，提出都市更新標準作業嘅流程，系統分析澳門發展潛力唔同嘅區域類別同埋相關嘅獎勵誘因，制定獎勵措施同埋管控嘅標準。希望透過研究呢，形成兼具實踐指導性同埋可操作性嘅規劃成果，為各項規劃提供都市更新嘅思路。另一方面呢，要調法修規，加快破解法律同埋制度性嘅障礙，為都市更新嘅工作提供更好嘅配套支持。持續檢視都市更新法律制度嘅執行情況，探討稅務優惠等措施呢，為都市更新提供更大嘅便利同埋誘因。總結土地批給實踐嘅經驗，探討土地日價金減免嘅方案。響善用政府資源，為都市更新呢提供更大助力方面呢，係推動呢已經落成嘅置換房、暫住房同埋經屋等政府資源嘅合理運用，研究擴大其適用嘅範疇，以便更多元嘅方式嚟增加業權人參與重建嘅意願，穩步推進暫住房租金同埋分配方式嘅修訂工作。響樓宇維修保養方面，特區政府將增強業權人履行對自身樓宇進行維修保養嘅意識同埋義務，包括按照都市建築法律制度規定，樓宇入伙之後滿10年，同埋之後嘅每5年呢，或者係樓宇出現失修跡象嘅時候呢，業權人呢係需要對樓宇進行保養同埋維修。響資金支援方面，特區政府正在推進樓宇維修基金行政法規同埋相關資助計劃嘅修訂工作，目標係擴大資助嘅範圍、項目範圍同埋金額，支持呢業主開展樓宇維修嘅工程。其中呢 P 級同 M 級樓宇共同部分嘅維修資助計劃嘅對象係樓齡30年或以上嘅低層樓宇，提高低層舊樓業主進行樓宇維修嘅意願。就城市渠道同埋管線基礎設施嘅管理同埋維修方面呢，就舊區地下管線老舊嘅問題，未來將會配合都更發展嘅策略，有序開展道路工程同埋管線嘅鋪設，並且透過合併施工嘅方式，盡量減少基建工程為市民帶嚟嘅不便。繼續透過增建、更新、擴容等工程手段，對有條件嘅區域進行渠網升級同埋改造嘅工程，改善同埋提升城市排水嘅系統。響城市美化方面，充分發揮市容美化整潔工作組嘅作用，統籌開展過街天線嘅整治計劃。今年將以馬桶嶺圍作為過街天線整治計劃嘅試點，並有序逐步擴展到其他舊區，持續優化舊區現有嘅綠化景觀，並且響具備條件嘅綠化帶內進行植樹嘅工作，以節約同埋因地制宜嘅原則，
引入適生嘅開花、觀葉、造型同埋香氣等唔同嘅植物互相搭配，提升社區嘅綠化水平。響三無大廈嘅治理方面，政府將完善治理嘅機制，提供唔同嘅支援措施，譬如樓宇管理嘅資助、舉辦管理機關培訓課程，以及為成立管理機關、召開分層所有人大會等提供技術輔助，持續推行樓宇消防安全嘅巡查。2026年截至今年5月對本澳住宅樓宇進行防火安全排查同埋巡查，一共係1980次。高度重視工地同埋工程嘅消防安全，已經設立優化再建及維保工程監管跨部門嘅協調小組，對響在建、維修同埋保養嘅樓宇及場地工程進行恆常嘅安全監督，透過多渠道深入社區進行宣傳教育。政府亦都鼓勵業權人定期對自身樓宇進行維修保養。都市建築法律制度已經全數豁免咗樓宇維修保養工程計劃嘅稅項㗎啦。我就係整體回答正話各位議員提出呢啲問題。好，多謝行政長官。現在請第二組嘅議員提問。顏義行議員。多謝主席。尊敬嘅行政長官閣下、主席、各位官員、各位同事，下午好。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係本澳長遠發展嘅必經之路。3.5規劃諮詢文本提出，到2030年將非博彩增加值佔 GDP 嘅比重提升到60%，標誌住產業轉型進入關鍵嘅階段。特區政府正推進1+4嘅產業佈局，並出台一系列嘅就業嘅措施，整體已經初見成效。不過現時本地就業崗位仍多集中喺博彩旅遊同埋服務領域，受外圍環境以及社區中小企經營壓力影響，居民嘅就業選擇仲有待進一步嘅拓展。唔少在職轉行者以及應屆嘅畢業生都期望喺新興產業裏面可以見到更多穩定同埋多元嘅中基層崗位。請問行政長官閣下，喺後續推動產業多元發展嘅過程中，政府將如何透過招商引資、扶持企業以及引導基金等，開拓更多元嘅中基層職位，同時完善就業配對、實習培訓相關嘅配套機制，引導新興產業吸納唔同年齡、唔同專業背景嘅本地居民就業，持續優化就業結構，拓闊居民就業發展空間，推動產業轉型同民生就業協同向好發展。多謝。林倫偉議員。多謝主席。尊敬嘅行政長官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近年國家多次提出投資於人嘅理念，強調發展唔單止係投資於物，更重要重視居民嘅就業能力、職業發展同埋生活保障。澳門積極配合國家嘅發展，不斷同民間機構共同推出職業培訓、技能認證、青年實習、中高齡轉型、終身學習、就業配對等項目，已具相當成效。但係居民最關心嘅始終都係就業同埋前景嘅問題。部分青年有學歷但係缺乏經驗，想入行但係缺乏機會。部分中年僱員擔心產業轉型後技能跟不上，轉型困難。基層嘅居民更加關注未來會否出現年紀大、冇技能、難就業呢個情況。加上部分培訓課程同埋實際產業嘅需求、職業嘅發展同埋技能嘅認證之間仍然存在落差，容易出現學員未必有工做，考證未必能晉升呢個情況。為此，想請問行政長官閣下，喺既有嘅成果底下，政府如何更新系統咁樣推動投資於人，並設立更加貼近市場同埋產業需求嘅人才培養機制，進一步協助我哋嘅居民、青年人高質工作、穩定就業、開創前景。多謝。高天賜議員。Obrigado, Sr. Presidente. Sr. Chefes. 行政長官閣下，
各位官員、各位下午好。我今日嘅題目係刺激本地經濟，解決結構性問題。行政長官閣下，澳門嘅經濟狀況正面臨巨大挑戰。六大博企、公職及其他專營公司均限制新聘人手，對尋求工作嘅青年大學畢業生造成影響，而龐大嘅外地僱員數目更加劇咗有關情況。政府急需按行業檢視外地僱員數目嘅配額及准入條件，對證明本地勞動力不足嘅情況施加更嚴格嘅標準，特別係針對品牌產品營銷、公關、中高級行政職務等職務，並聘用本地嘅青年大學畢業生擔任有關職位嘅空缺。重要嘅係制定積極嘅本地就業政策，例如聘用津貼、帶薪實習、職業再培訓，以壓止青年專才嘅失業同隨之而來嘅人才外流。政府應該研究制定具體客觀標準嘅銀行利息補貼制度，例如僅限於註冊貸款、換房貸款，或者針對因失業而失去收入嘅借款人，或以減輕銀行還款壓力同埋避免違約潮嘅出現。係咪應該透過推動更具專業關懷同埋參與性嘅管理方式，肯定公務人員作為公共行政支柱嘅角色，尤其透過表彰行動改善工作環境，減少內部不對稱現象，以及積極聽取佢哋喺身心同埋家庭方面嘅需求，藉以提升公務人員嘅士氣同埋提高政府管理嘅品質。行政長官閣下對此有何看法？多謝。陳孝永議員。多謝主席，長官你好。政府大力推進呢個1+4嘅產業多元發展啦，社會普遍都支持嘅。但係基層嘅市民啦、家長啦同埋青年無奈咁就係產業越發展，我哋嘅本地人嘅工作穩定嘅工作就越少，出路亦都越窄嘅。咁點解呢？依家4大產業就不斷咁落地擴張，但係欠缺咗對口嘅教育課程系統嘅產業培訓，更加冇清晰嘅政策引導我哋青年去修讀呢啲嘅專業嘅。好多青年亦都好想向順發展啊，想轉型發展，但係缺乏咗呢個技能啦、實習啦同埋入行嘅渠道，入唔到新產業嘅發展。最後只可以做兼職啦，工作唔穩定啦，收入偏低，職業受到限制嘅。同時我哋嘅公用事業啦、金融啦、教育啦、文職等等嘅穩定工作一直以嚟落唔到俾本地人優先去就業，亦都冇完善嘅替補機制等我哋合資格嘅本地人取代依家嘅外勞僱嘅崗位。無論傳統嘅穩定職位抑或4大產業嘅崗位產業帶來嘅紅利應該惠及我哋澳門市民嘅。市民嘅訴求非常清晰，發展產業優先造福本地人，保障本地人嘅就業。係啦，想請問行政長官啦，會唔會制定可行有明確時間表嘅政策？一方面優化培訓引導青年修讀呢個專業嘅產業啦，投入呢個4大產業啦。另一方面就等本地人亦都有一個替補嘅機制，收回翻一啲公用嘅事業啦、金融、教育、文職呢啲嘅穩定崗位徹底解決澳門人被逼做兼職就業唔穩嘅困境。多謝。請行政長官。多謝4位議員嘅提問。顏議員嘅提問主要係關注新興產業點樣帶動更多本地居民同埋青年就業。林議員主要關注點樣更加系統推動投資於人。高天賜議員係關注本地嘅就業、外地僱員同埋公務員方面。陳孝永議員亦都係關注係點樣扶持青年參與4大嘅產業，保障本地人就業呢幾方面嘅問題。我整體做一個回應喺呢度。大家都知道就業係我哋民生之本。我哋成日話安居樂業，安居樂業。所以就業喺澳門係佔據舉足輕重嘅地位。特區政府亦都一直將促進本地居民就業作為係關係大局穩定嘅重點工作去推進，有效落實係只要本地居民能夠做、願意做、
我哋就要優先聘用本地居民呢個就業嘅政策同埋導向，積極去採取措施保障本地居民嘅就業權益，並且透過促進就業協調工作組持續部署同埋開展有關嘅工作。我哋持續收集適合唔同年齡群體就業需求嘅職位空缺，落實就業配對同埋支援嘅措施，進一步優化就業嘅政策。喺今年1至4月份累計舉辦咗40場嘅行業專場配對會，相關就業配套嘅措施一共協助咗3770人次嘅成功就業。此外我哋實施係就業加培訓嘅專項計劃。今年呢項專項計劃提供優質嘅職位空缺係超過600個，涵蓋嘅行業已經拓展到金融同埋電信行業，並且設計針對性嘅培訓同埋考證嘅項目，為居民提供入職大型企業並為向上流動嘅機會。同時我哋持續優化係綜合職業培訓嘅平台。截至今年4月已經推出447項嘅課程，涵蓋多個行業，使用呢個平台嘅人數超過3000人。預計第3季推出訂單式培訓課程，加強職業培訓、個人技能同埋崗位要求之間嘅聯動，讓職業平台嘅培訓內容同市場需求能夠精準咁樣對接。我哋亦都合理調控外僱嘅數量，因應澳門經濟發展嘅需要對於一啲本地勞動力供應不足，尤其係體力密集型，而且本地求職意願偏低呢啲必要性嘅社會運作基礎性嘅呢啲工作，以及特別專業階層嘅技術人員我哋要實事求是跟進外僱嘅審批工作。對於本地求職者有意向同埋有能力擔任嘅職位，將會主動向企業作出本地居民就業轉介，並且持續跟進配對嘅成效。截至今年4月份我哋整體外僱嘅數目係182,815人，其中非專業嘅外地僱員係147,745人，專業外地僱員係6,287人，家庭嘅傭工佔好大嘅比例，28,783人。呢個係我哋整個147,000名非本地居民、非專業嘅僱員、專業嘅僱員、家庭傭工數字話俾大家聽，呢個情況係咁。近70%嘅非專業外僱我哋嘅僱員，佢哋所從事主要係勞動密集型同埋基層嘅工種嚟，比如清潔餐飲服務保安員呢啲。呢個係到今年4月份我哋整體嘅狀況。我哋推動經濟適度多元，招引有利於澳門企業參與，能夠帶動澳門居民就業嘅產業項目落戶，拓展澳門居民就業嘅選擇。呢啲措施包括推行澳門招商大使嘅計劃，邀請傑出嘅商界人士推廣澳門營商環境同埋優勢，提升招商引資嘅效能，創設多元嘅就業機會。直至今年首5個月，投資者一站式服務完成跟進咗108個投資計劃，當中1+4嘅產業項目佔超過60%，完成跟進嘅投資項目創造就業嘅崗位係493個。我哋加大力度收集重點產業相關企業嘅招聘空缺，
先後舉辦咗科技企業專場配對會同埋銀行業專場職業配對會，透過專業嘅講座同埋工作坊咧，協助求職者認識呢啲行業嘅發展。我哋亦都構建以基金為引導嘅產業投資嘅生態，吸引國際資本同埋專業基金公司落戶澳門。我正話亦都講咗啦，有幾家公司基金公司已經落戶嚟澳門，有幾家正在審批，因為都係行政長官審批，所以咧有個基金法我哋通過咗唔係好耐嘅啫。所以呢啲公司佢都本地招聘一定數目嘅金融領域方面嘅人才，為正在籌建嘅科技研及產業園呢，我哋開展前置嘅招商，積極推動呢高新技術產業、中醫藥大健康項目呢進駐，創造更多新興嘅產業嘅崗位。呢個呢係響推動經濟產業適度多元，引進即係企業嚟呢能夠擴充我哋嘅就業局職位方面呢啲舉措。另一方面呢，我哋會開展澳門重點發展產業未來人才嘅需求研究、調查研究。我哋要了解呢1+4產業，以及呢比較受歡迎而且就業對口性比較強嘅教育啊、醫療啊、法律專業未來職位嘅需求。我哋首先要呢啲未來需求嘅狀況，協助學生呢規劃職業生涯嘅發展嘅路徑。呢個調查研究嘅報告呢，希望今年之內公佈。我哋睇睇我哋將來呢啲產業未來發展方向所需要嘅人才嘅狀況。加強人才培養，貫徹投資於人嘅理念呢，透過優化教育嘅系統，培養產業發展所需嘅人才，提升居民就業嘅競爭力。呢啲方面包括呢，響非高等教育方面，推動全學段 AI 教育，持續提升學生嘅科技素養，培養科技人才，深化校企合作，優化中學職業技術教育嘅課程。2025-2026學年呢，共有12所學校開辦咗32個職業技術教育嘅課程，所有課程對準1+4發展嘅方向。喺高等教育方面呢，因應社會同埋產業發展嘅需要呢，完善學科嘅佈局，增加藥物科學、人工智能與教育、法律與科技、人工智能與大健康、管理與數據科學等範疇嘅學位課程，推動高校開辦緊貼市場需求嘅短週期微專業嘅課程，建設支持青年成長、成才同埋成功嘅4階梯嘅措施。呢個其中第一個階梯就係完善學生嘅生涯規劃嘅工作，第二個階梯就係鼓勵學生升讀重點產業相關嘅學科，第三個階梯係提供豐富實習嘅機會呢，係助力青年投入職場。第四個階梯係推動進修，助力向上流動。呢個係我哋希望建設呢，支持青年成長、成才同埋成功嘅4階梯嘅措施。關於高天意議員提出嘅就業政策之外嘅住宅、信貸、公務員問題呢啲，我哋特區政府亦都鼓勵銀行、金融界呢，響審慎風險管理嘅原則底下，為有需要嘅客戶提供適切嘅信貸支援，譬如呢係還息啊、暫停還本嘅措施啦等等。特區政府呢亦都關心公務人員嘅訴求，持續透過唔同嘅措施呢，強化公務員團隊嘅凝聚力同埋歸屬感，致力打造與時並進、積極有為同埋專業擔當嘅管治人才嘅隊伍。公務員喺整個公共行政改革過程中，係大家都睇到，我哋涉及嘅部門嘅領導主管呢，
係親自多次關心同埋了解嗰個有關公務員嘅狀況，鼓勵佢哋呢係因應嗰個特區公共行政改革嘅進程呢係配合好呢啲措施。民政總署嘅主席都講過，我記得係講過好多次，係響呢度亦都介紹過，係大家齊心協力咧，係關心支持同埋理解我哋全體嘅公務人員。好啊，我回答呢個問題。多謝行政長官。現在請第三組嘅議員提問。呂以榮議員。多謝主席，尊敬嘅行政長官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啊！咁剛才呢，其實幾位議員同事呢都關心到呢個就業問題啦，同長官交流咗。咁的確呢，就業都係最基礎嘅民生。咁我關注到嘅呢，亦都係青年嘅就業，因為青年就業呢唔單止係關乎到個人成長啦，更加亦都係未來社會發展動能嘅關鍵所在。咁近年呢，特區政府喺青年就業同埋咧人才培養方面都做咗唔少嘅工作嘅。咁包括持續優化就業配對服務啦，亦都推出咗各項嘅實習同埋係培訓嘅工作，咁幫助青年咧去提升競爭力。咁相關工作都係值得肯定嘅。咁但係咧社會上面仍然係有聲音指出咧，就係而家其實唔少青年咧都係比較難揾到專業對口嘅工作。佢哋對於未來產業發展嘅方向啦，同埋人才嘅需求咧，其實亦都係缺乏一個清晰嘅認知，咁會容易導致一個職業錯配啦，同埋個人職涯發展路徑嘅唔暢通嘅。咁而家你已經踏入咗6月咧畢業季啦，咁新一批嘅畢業生咧已經係即將投入市場。咁所以其實佢哋嘅發展呢，其實都係更加引起社會嘅關心同埋重視。咁剛才行政長官都提到啦，咁即將今年呢會公布呢一個重點產業人才嘅呢個調研嘅。咁其實目的都係幫助青年去了解未來嘅產業發展方向啦，同埋就係掌握咧市場一個實際嘅人才缺口啊。咁所以呢，其實係幫助青年能夠有的放矢咁樣去規劃好職涯啦。咁但係呢，其實社會上面當然普遍關注到嘅進度啦。咁長官講咗今年公布，咁但係同時呢，更加係對後續嘅一個配套措施呢，更加抱有期待，咁所以都想問行政長官閣下啦，未來咧因應呢一個調研嘅後續嘅配套，會點樣去幫助青年更加係有針對性咁去規劃好自身嘅職涯發展路徑，同埋咧幫助佢哋提升自身嘅一個就業發展。例如會唔會推出一啲專項嘅培訓補貼計劃，從政策層面咧去幫助佢哋揾到清晰可見嘅職涯發展路徑啦，咁從而幫助佢哋能夠真正去助力專業提升啦，同埋高質量嘅就業嘅。好，多謝長官，多謝主席。謝謝黃議員。多謝主席，尊敬嘅行政長官閣下，經歷全球性衛生危機後，現時嘅已基本恢復過往嘅經濟規模，但從國際嘅形態嚟睇，全球化進展已經受到嚴重嘅衝擊。澳門作為微型經濟體，衝擊更為明顯。特區政府多年嚟不斷提及澳門經濟產業單一狹隘嘅現實話題，但礙於澳門經濟產業結構性嘅問題，幸好近年獲國家大力嘅支持，橫琴粵澳深合區嘅建立，澳門才能真正深度拓展經濟產業。不過，要經濟產業適度多元成功在澳實踐，其根本嘅驅動因素在於要有敢於創新、大膽革新嘅行政機關，喺具活力嘅及革新動力嘅公務員系統推動下，才能深層發掘澳門嘅潛在經濟產業，及時搭上政策嘅順風車，以解決現時經濟結構不平衡嘅現象，繼而挽回現時澳門本地居民對澳門未來發展嘅信心。要完成行政機關的革新，吸納唔同範疇青年人才進入公職係必要嘅且關鍵嘅條件。青年加入決策系統，以新思維角度引導社會嘅發展，不論喺國家還是喺特區政府，均多次強調青年係社會未來同埋希望。因此，行政機關理當先向社會提供多元化嘅就業崗位，鼓勵社會各行各業做法效法，從而豐富就業嘅種類，以達就業多元化之遠景。特區政府必須敢於革新，向本地嘅青年提供更多就業嘅崗位，讓我哋青年加入決策嘅部門，繼而推動切合青年現實需求嘅政策，促進社會各行各業提供更多元嘅就業崗位。對有關青年就業多元嘅施政建議，請問長官閣下有何明確嘅政策構思同埋推動嘅方案？多謝長官。周家俊議員。尊敬行政長官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我今日題目都係圍繞翻青年就業。喺今年以嚟，本澳就業市場持續保持穩定，就業數據亦都表現良好嘅。今年第一季本地居民失業率係跌至有紀
紀錄以嚟最低嘅2.1%。但係咧，社會上仍然有唔少嘅聲音指出咧，青年就業困難嘅情況。本地青年咧都普遍選擇文職或者都有晉升空間嘅崗位嘅，反映咧職位需求結構性錯位嘅情況咧比較突出。為咗解決人力資源嘅問題咧，政府之前成立咗就業協調工作組。咁長官之前亦都強調過，只要本地居民有能力做同埋有願意做咧，企業都會優先聘請嘅。咁長官頭先啱亦都講咗，會動態去調控外僱嗰個數量嘅，為我哋嘅青年人咧創造唔同嘅就業機會。咁為此咧，我亦都想問下行政長官閣下，針對翻青年人，政府點樣去有效發揮就業協調工作組嘅功能同埋作用，並且緩解職位需求結構性錯位嘅情況，支持青年人高質量就業同埋向上流動呢？唔該，長官。黃俊傑議員，多謝主席，尊敬嘅行政長官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咁今日呢係本人有關青年醫生創設多元崗位呢去做一個提問嘅。喺2026年嘅施政報告同埋35規劃嘅諮詢文本當中呢，都明確提出係對公私營醫療錯位嘅發展係形成互補，並且支持去構建公私營醫療協作嘅平台。呢個方向呢，業界係非常之認同嘅。咁隨住資源下沉啊、關口前移呢啲政策嘅推進，加上橫琴深合區建設同埋大灣區醫療融合呢個持續深化嘅底下，社區嘅慢性病篩查啊、健康管理啊、跨境醫療協作嘅項目呢，係逐步咁擴大。其實正好為我哋私營醫療，尤其係青年嘅醫生呢，帶嚟一個新嘅發展空間。其實業界係期望呢，喺呢啲資源下沉同埋灣區協作嘅具體計劃當中呢，能夠充分咁樣去吸納我哋青年醫療人員嘅參與，例如擔任一啲篩查計劃嘅執行崗位啊，或者通過澳門註冊橫琴執業呢啲機制咧，去拓展一個跨境服務嘅機會。一方面可以累積臨床經驗啦，提升專業嘅競爭力啦；另一方面亦都可以創造一個穩定多元嘅工作崗位，支持咧佢哋喺私營市場同埋灣區範圍內去持續咁發展嘅。咁事實上，政府咧近期都係同一啲醫務界嘅社團咧，都合作推展咗一啲培訓同埋服務嘅項目，都成功創設咗一批嘅職位嘅，證明呢條路係可行嘅。所以喺呢度咧，都想請教我哋長官閣下啦，政府係點樣可以喺未來咧喺推動資源下沉同埋灣區醫療協作咁各項嘅計劃當中咧，係有系統咁樣去預留一啲俾我哋青年嘅醫生啊去參與嘅崗位同埋名額，並且配合咁樣去針對性一啲培訓嘅資助同埋跨境執業嘅支援。等呢個公私營嘅協作平台，同時能夠成為我哋青年醫療人才成長嘅搖籃，為我哋嘅澳門嘅醫療專業人才呢，有一個更廣闊嘅舞台上面去開拓同埋發展嘅。多謝。請長官。多謝4位議員。4位議員不約而同，針對嘅都係青年人就業。當然啊，黃俊傑議員你又針對你嘅青年醫生嘅就業問題係專業化啲。確實大家都好關注我哋青年就業呢個問題。青年係我哋澳門嘅未來，我正話都講咗啦。所以特區政府呢，其實都係好關心同埋重視青年嘅發展，致力解決青年就業嘅問題。希望啊，為青年嘅成長成才呢，創造更好嘅環境同埋條件。其實正話呢1-2年大家睇到呢，我哋對某啲行業啊，響輸入某方面嘅職位輸入外勞方面呢，係進行調整啊。目標好重要嘅範圍對象呢，就係可唔可以？大家可能會你金融界又好，其他有啲公司企業有啲方面呢，係點樣幫助我哋青年人就業？醫療社會福利嘅系統嘅資源下沉，上1-2個星期呢，社區嘅醫診所開幕，一系列呢啲呢都係針對，譬如正話黃議員提出嘅青年嗰啲學醫翻嚟嘅嗰啲醫生點樣服務社會嘅一系列嘅問題。所以呢，點樣大家齊心協力，為我哋嘅青年成長成才就業創造環境嘅條件呢，係大家正話呢組4位議員呢，好益智，你睇佢問題嘅就提出嚟就係青年就業點樣協助佢哋，亦都係我哋大家好關注嘅問題。關於支持青年成長成才同埋就業嘅系列措施方面呢，
我哋有幾方面考慮，完善學生嘅生涯規劃。首先，我哋要今時今日出現嘅我哋青年人就業出現大家關注嘅焦點啦，好多方面嘅原因同我哋呢係經濟結構、產業結構長期以嚟存在呢種結構上嘅情況，大家都知係有重大嘅關係。同時呢，我哋點樣從學生嘅整個求學、選擇職業到社會裏邊嘅整個生涯規劃，點樣規劃源頭上因應嗰個狀況去進行調整呢，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綜合考慮嘅。所以呢，我哋呢首先要考慮嘅就係完善學生嘅生涯規劃。我哋推出呢學生生涯規劃嘅藍圖計劃呢，緊扣1+4產業嘅發展規劃，針對唔同教育階段嘅學生。我正話講咗係4個階梯，如果冇記錯嘅話，正話講完出嚟就係一個路向大家去做。緊扣我哋1+4產業發展嘅規劃，針對唔同教育階段嘅學生呢，開展多元文化嘅活動。教育基金亦都係將從呢2026-2027學年呢學校發展資助計劃中呢增設職業規劃輔導相關嘅資助，希望能夠推動校企合作呢，為高中生提供特色職業技術嘅教育課程，向呢個有針對性咁樣向學生嘅生涯規劃裏邊開始。第二個呢係鼓勵我哋學生呢升讀重點產業相關嘅學科，發揮內地升學保送同埋助學金嘅政策引導作用。我哋推動高校呢因應社會發展嘅趨勢同埋產業發展需要呢，完善學科嘅佈局，推動高校呢開辦學習週期短、緊貼市場實踐需求嘅微專業課程。2026-2027學年呢，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大學同埋澳門旅遊大學呢，正在積極研究開辦11個咁樣嘅微專業課程，希望嗰啲學生呢響重點嘅產業裏邊呢得到呢方面呢一啲培訓。呢個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係提供豐富實習，助力青年投入職場。2026年青年善用餘暇計劃，澳門大專學生內地實習計劃，提供更多本地同埋內地嘅實習名額。呢個係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係推動進修，助力向上流動。2026年呢增加澳門青年專業發展計劃嘅培訓名額，推出呢2026至2029持續進修發展計劃，增加更多本地同埋外地嘅職業認證嘅證照考試、證照考試，擴大證照考試嘅目錄清單。研究呢，響2026年下半年推出新一期嘅人才培訓考證激勵計劃當中呢，係新增符合國家同埋澳門社會發展形勢需要嘅證照獎勵目錄，比如可唔可以加埋西班牙語？並且因應考證嘅成本呢，嚟相應增減個別專業證照嘅獎勵嘅金額。呢個方面係響規劃方面。關於響促進青年多元就業方面呢，特區政府呢係透過促業就業協調工作組實施跨部門嘅協作，多措並舉呢促進青年就業，培育澳門發展所需嘅人才。主要工作嘅包括呢，第一，係引導青年呢認識新興產業，藉專題講座、企業實地導覽等措施呢，讓青年認識唔同行業嘅發展趨勢同埋職業嘅要求，了解重點產業嘅前景，籌組多場到大灣區同埋合作區企業嘅參訪活動，引領青年探索新興產業嘅就業嘅方向。第二係就業提升職業技能。我哋擴大就業加培訓嘅專項計劃嘅涵蓋行業，呢啲行業去到金融同埋電信等等。推出呢，持續推出本地同埋內地實習嘅計劃，
提供超過1000個實習嘅空缺，讓青年累積產業運作同埋職場實務嘅經驗，持續優化綜合職業培訓嘅平台。我正話都講咗，到今年4月底呢，係平台已經推出咗447項嘅課程。呢啲課程呢，涵蓋呢綜合旅遊休閒啊、會展商務啊、文化體育、高新技術、中醫藥大健康、現代金融等等行業呢，使用嘅人次呢係超過3000嘅。預計呢第三季呢係推出呢係訂單式嘅培訓課程。第三呢，響就業支援服務方面，於畢業季嘅期間呢，透過各項措施呢追蹤同埋評估青年嘅就業狀況，持續優化青年就業嘅政策，聯同業界呢舉辦面向青年嘅大型配對會，助力青年就業。關於青年嘅職業發展方面呢，為咗協助青年呢清新掌握產業發展嘅方向，了解市場實際嘅人才缺口，特區政府持續強化產業宣導、就業對接同埋職業培訓等方面工作，多渠道嚟協助青年呢做好轉科擇業嘅準備。呢啲工作呢係包括呢舉辦呢面向中學師生嘅行業講座同埋科技講堂，助力師生了解高新技術同埋現代金融等重點產業嘅發展前景。舉辦科技企業專場嘅配對會同埋銀行業專場職業配對會，組織多場到大灣區同合作區企業嘅參訪活動，引領青年呢探索響新興產業嘅多元就業方面嘅方向。持續呢係推出本地同埋內地嘅實習計劃，提供呢超過1000個實習嘅空缺呢，讓青年呢係累積產業運作同埋職場實務方面嘅經驗。持續深化呢粵港澳3地響職業技能人才培養同埋評價方面嘅合作，拓展呢一試多證嘅考證項目。因應本澳經濟發展需要同埋居民就業嘅情況呢，持續調整同埋優化各項就業輔助及職業培訓嘅措施，正在研究推出呢具針對性嘅就業支援同埋培訓嘅資助計劃，多方位呢支援居民，尤其係本澳嘅青年就業穩定同埋高質量就業。關於青年醫務人員嘅職業發展呢，特區政府亦都係高度重視青年醫務人員嘅職業發展，並為佢哋提供職業生涯方面嘅一個系統性嘅支援。第一呢係響本地培訓方面，目前呢已經設有實習嘅制度啦，成立家庭醫學培訓嘅基地，以及呢恆常開展專科培訓，提升醫療人員專業水平同埋競爭力。第二呢係創設環境同埋條件方面呢，推動私營醫療機構嘅業務法呢個立法工作，增設日間醫院嘅類別，促進行業嘅發展。通過設立健康社區加油站、諮詢站、快閃站，開展更多公私營協作項目，讓醫務人員參與。至今已經為超過300名青年醫務人員呢提供咗就業嘅機會。響開拓大灣區發展機遇方面呢，推出青年醫生大灣區進修計劃，透過同大灣區醫院合作呢，為青年醫生呢搭建進修嘅平台。第2期嘅計劃預計於第4季開展。2026年醫療補貼嘅計劃擴大使用範圍到廣東省，拓展醫療人員嘅業務空間。關於青年培養同埋發展嘅其他內容方面呢，響穩定教師隊伍嘅工作上方面，我哋積極創設條件，促進教師響教育系統內部流動，開辦助力教師跨教育階段轉任或者係擔任融合教師等領域嘅培訓課程，搭建教師人力資源嘅共享平台，資助學校透過平台呢聘請第2課同導師，設立轉型培訓嘅資助，支持計劃轉型嘅學校呢為教師開辦呢轉型培訓，以及呢為有需要嘅教學人員呢提供證照考試嘅資助。
響關於人才需求嘅調查研究方面呢，特區政府已經於2025年重啟澳門重點發展產業未來人才需求兩個階段嘅調查研究。2026年嘅1月，今年嘅1月份呢，亦都已經開展呢第二階段嘅調研。咁啊，正話講咗第二個呢個報告呢，希望調研報告呢，第二階段調研報告呢，能夠喺今年年底能夠完成公佈。好啊。多謝行政長官，我哋現在休息30分鐘。